云林的北港有一个青年农民柯俊凯，去年前回乡种番麦笋，毋但通过产销履历的验证，嘛一点一滴来扩大着生产的规模，打造属于家己的番麦笋的王国。 伫咧镜头前分享种番麦笋的感想，伊是当来高雄做事的青年农民柯俊凯，因为兴趣开始伫咧种植番麦笋。可以从田间一条龙作业到包装出货，都是由我们这边去做一个运作这样。 柯俊凯讲，其实台湾番麦笋的需求量是真大，不过市面上的番麦笋大部分都是国外进口，因为台湾的工作真悬，要和国外比一定比袂赢，所以选择提升品质，希望能行出家己的路。目前台湾玉米笋的那个需求量非常高。 但是进口跟我们本产的比例大概是8:2，甚至是进口量会更高。规模经验到即马产品销到全国，柯俊凯用7年时间打造出家己的番麦笋王国，实在是无简单。嗨，我是庄宇杰，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